嘎嘎有好食。马莎哥哥来主席。大家好，我係周偉。大家好，我係윤윤。我講哦，我呢下，當上嘅是海鮮。哇，講300當上哦。睇得出來哈，我正然當上，你哋那邊做的是海鮮。海鮮哦，好食了。好，我上過哦，是個最刺最好食嘅，就是在個 Okinawa 嘅五時倉啊，生魚片、蝦骨、毛蟹，全部當配，當好食，當甜啊。Okinawa 有湯唔錯冇？冇啊。我呢下出愛食，非常之啱冇時間。台灣東島啊，如五港啊，比如講北埔啊，我地界出 N 嘅家鄉啊，永安五港啊，還有竹圍漁港附近漁港旗津。好嘞，漁港離我沒條嘢，我視察體察，沒有辦法解我現在想的是海鮮。嘿，咁麻煩呢？哦，做唔得發現哦。鬧唔呢啦，不要生氣嘛。好啦，那你真的很囉嗦哎，給你這麼多建議。我做鬧，我攏講啊，你下想來食，你下做得起來要食，搶起來木卡，做好食的5星級料理。馬莎狗幹嘛？真緊啊！馬莎有想到冇？馬莎啊，搶到了名店的主廚李志良先生，好冇？搶起來做5星級料理，海鮮料理。好，分享李主廚。主廚你好。主廚你好，哎呦，第一擺見面呢，哎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資料，唔點冇？你飲食界有一句話講得當好，想愛食海鮮，一定愛請資料。挺巴結嘞，哪有你啱講啊？有沒有太巴結？有點巴結。拜託佢哋啊不得了，以前。朋友結婚啊，也係講中滿月啦，食迄個點樣食？哦，是夠咧。三地位唔啲冇，古上嚟家講嘅話要唔錯嘛。上愛食海鮮，出愛請乜啥？資料鮮。海鮮吼，海鮮一般人嚟講吼，它唔好料理。譬如講你要用鰻托海鮮啊，譬如講你。用白人海鮮，用白人方法來做，錯嗎？用乜油雞飛，啲按有名嘅傳統做。哦，一開始我從細我不卡吼，就所有嘅事我全部愛會煮食啦。因為爸爸媽媽做些關係嗰個環境嘅關係咯，所以我哋細我全部就會煮飯菜，啊就慢慢煮到有興趣，然後就開始他上也廚師也好。就開始慢慢的好。其實我唔係只有做一件主廚啦，做其他嘅飯店啦，傳統攏有做過。失敬啊！有時候講唔點解搶到係量磅，差唔多幾多件？人講做主廚嘛，係啊4件以上。4件，按你幾多年咧？我做師傅嘛，也係做主廚。應該講開始做料理，主廚開始做料理。12年咧。哦，佢哋啊應該賺1多錢咯。冇啦，佢唔係重要，重要係我哋啊當上係海鮮。我兩樣名店嘅名菜帶落來，好。先嚟做埋第1道菜埋來。哦，我哋魚池宴會館嘅主打菜就係我哋嘅白鯧米粉鍋。哇，當高級嘅，呢？白鯧當歸呢？白鯧當歸，大概1年你一定要1000元以上。錯，上次係賣唔到。真嘅，白鯧米粉鍋。後來我吞下來，繼續嚟做。開始哈。這邊準備嘅食材有乜嘅？幾歲哈？顧名思義，一定會有白鯧嘛。我們今天的主角就係白鯧魚。再來就是人家新竹手工米粉，米粉呢，米漿的比例是只有我們公司有。我們是跟那個製作米粉的工廠直接跟他特製的。這個米粉的米漿的比例是用來魚豉油。外面買很多。佢哋講T3邊嘅，所以當蔥油。一般人買咗米粉，佢泡水嘛，有時候唔是咯。係啊，唔是。哦，有這個係係啊，煮落要叫我 Q。基本嘅嘛，有蒜苗。蒜白、蒜苗、油蔥酥，最主要要有3種油。3種油。哪3種？雞油、豬油、嗰個蔥油。用慢講係3種油。
因为3种油的香调夹落去，同适合人米粉，再加上一般的米粉都会煮肉类的较多，用肉类去煮，所以我们要把它搭配海鲜，所以要搭配一些葱油，去提这个海鲜的鲜味。鸡油、猪油是去代替那个肉类，来去提这个米粉的香气。哦，哎，汤起来非常多的层次哎，你要汤哦。再来要高汤，这个非常的厉害。哎呦，用饭厉害。它这个高汤呢，可以用香菜头、芹菜头，还有鸡骨、蒜头炸过的，去熬。我们这个是每天现熬的，当天早上现熬，要熬4个小时，所以这个汤真的是很厉害，非常的了不起。难怪哦，你讲啊，各样东西都是独家的。你讲。哎，我抢来一听最好是啦，来开始做啦哈。开始要先开火啊。开火。哎呀，砂锅我先。好，先预热。砂锅你带来哦。很排泄哦，过家来很抢带几个。一定要油压砂锅哈，它才会保温，然后它香气才会融入在这里面。好，来，你来切嘛该，还要先煸嘛该。先慢慢的煸一下蒜白。好。还要一起同时。好。一些给油。一些些的。好。还有猪油。你有冇比例嘅问题啦？吼，就是加就好。一般就是1比1比1啦。哦，3方油全部係1比1。葱油。葱油，咩只个煸嘅哦？要切个煸嘅。让我好意思呐，伊爱拢讲，大家讲，我一直讲5星级海鲜料理出正5星级，连师傅咩5星级哦。错，嗰啲啊，冇用鐵就唔是帶轉去啦哈。有點。好，你個蒜白。要就慢慢的煸啦哈。煸起哈。要種冇結啦哈。好。然後就來處理一下鯧魚啦哈。好。鯧魚就係切細，較細啲啲位啦。一般買轉來，我用板先處理。我哋會先去鰓，過去內臟，然後它外面這個白鯧本身有一層鱗，小鱗，你全部把它刮太粗糙。要刷乾淨，越太密越貴。係，越太密越貴。不過一般來講，你印象中，所以講喺個煮湯啊，你唔係切特色啲肉嘅身體，你唔係拍長位嘛？拍長它唔會。它唔會啊，古所講切個顏色。我先用一下拍長來煮米粉。來，這個嚟切一下，哈。好。差唔多切按太細啲嘛，哈。差唔多。好。像太細咩冇好食啦，要切好要燙過。要燙過。哦。當然有一些有先燙過嘅啦，好。先燙過嘅。用嘅有條粗糙米啊，血水啊，燙別鐵啦，嗬。用係用嘅唔係用湯，用雞湯啊。要就真言同厲害啊！用板講，一條慢慢的撈入。等一下，因為我哋重複測試過哈，一五骨啊，它冇油，米粉呢一定要有油，它才做啲。一定要有。咁麼香？所以我哋一開始係先豬胃、豬骨，因為豬胃較多油，但是夾個米絲流一開身冇辦法比它，所以我哋就可以用雞肉，用雞骨頭。因為雞骨頭本身油啦，我再加上一下搭配一下海鮮，或者油蔥酥，它整個那個味道是非常濃的。它就有那山珍海味融入一家的那種感覺。真嘅係咪講哦？跟結婚的時間有主廚上菜，當然我有主廚在那。跟你就是主秀哦。好了，標光有買嘢。標光呢金黃色哈，你要切得差唔多嘅哈。切得差唔多咧。熟啦。佢啊皮殼咧，有香頭要出來。你話係香頭。要出嚟嘅，一高湯就可以落。哦，高湯落去嘅，好啦，看來幾多？要湯匙。要。竟然愛火變態嘛？唔怕，我先加多一單嘅。好。你所以師傅嘅經驗嘅嗬，按你米粉差唔多幾多銀粉？40銀。40銀哦，40銀。你下小家庭咩下多啦，哈，做40銀差唔多。啊，這邊冇準備到搶來這邊是一般都是10人份。唔怕啦，3色都多。3色都多。準備滾來。好。哎呀哈，哎呀，5個入邊有湯過嘅，所以
人嘅下魚唔一樣。唔怕，因為佢熟嘅嘛。因為我已經燙過嘅，但是冇燙過嘅話，你人落去嘅話，一燙會出手。哦，你會出手。你出因為做馬街講一開始講愛切好先成燙過。誒，就燙過，我哋本身除咗那個冇燙過四槍嚟，燙一定要蛇尾咁去落，冇一唔會出手。誒，不用係。強強嘅不要冇燙太啲啊，會彈到。好，電臂棍。電臂棍。一般來講吼，嘿，你聽老輩愛托樣板型，樣板看糙米粉這樣下，譬如講下適合。一般係煮湯嘅米粉啊，建議啊要用較粗嘅啦。哦，較粗嘅啊。因為米粉有兩種，一種係粗嘅，一種係幼嘅。幼嘅一般講係脆粉。哦，你啱講。脆粉。哎呀，係米粉係真嘅米做嘅。只是講這個米嘅比例。冇按重啲咧，佢係夾其他款嘅，我哋唔係，我哋係真嘅係用米去做嘅。古所講，譬如講我哋要煮湯，啊就盡量湯較粗嘅。哦，煮湯嘅用粗嘅啦，炒嘅一般都用幼嘅較多。哦，所以啊，即係佢差唔多一罐嚟，你我收嘅時間。好，睇下米粉就係落去。哦，直接就落去哈。直接就落。以前我吃到我細細時節啦，阿婆。炒米粉、煮米粉，佢都要先泡水，你一整嘅唔是哈？要做米粉唔是，係，像我哋炒米粉沒有用呀，哦，但是我哋沒冇湯，沒冇湯啊，哦，沒冇湯，就是你啊貼片的比例啊，對，其實有一個秘訣，做米粉哦，在哪買米粉，我話拍攝哦，我喺質量欣賞嘅比例嘅米粉，只有我公司有啲咧，所以東東銀行設的以後。因為外帶買呀，哦，貼片買米粉就出來哦。因為香港人的米粉較貴，因為我哋米粉比例較重。好，比如話佢也差唔多，浸到有年嘅哈。其實啲當腳呢？當腳，當方便。看一下你嘅砂鍋燒咯，差唔多。砂鍋差唔多誒，差唔多愛結燒。差唔多幾時？數命看揾窿就做得嚟啊！有錄到冇？他有錄到冇？有。錄到就做得嚟。因為要砂鍋啊，你要煮好誒，倒落去它的那個香氣又是另一種的層次。因為砂鍋哈，給貼片地方就是它會持續的加熱。對，而且它有保溫的效果，而且它有增加香氣的效果。對 ，OK 了，差不多了。差唔多誒哈。那標嘛該？標呀提香氣的油蔥酥。天香嘅。再來就是蒜苗。好。帶色。再來芹菜。芹菜啲標啊。一定愛。係啊。再來就是一些胡椒粉。好像胡椒粉也很厲害。這個是我們公司的胡椒粉是用那個中藥胡椒粉。其實我知道吼，不是一般的。其實我知道最厲害係你。你公司最厲害嘅係你啦。應該有用心啦。係啊。看嚟就做得人家來倒落去。哇，幾爽！哇！啊，你就做得。哦。那整個香氣，整個那個氣都上來。好香哦！好啦，哦，按少少，夾夾嚟試下，搶睇下試你係咪嘅？白湯米粉鍋。啊，謝謝。你係睇落啲煎開落一點點，係冇兩邊。煎一些的，要俾它煎一些。哦，煎開來。哦。再煨一米啦。嗯。伊嗰種泰式哦，差唔多炸
2分钟左右就可以。因为你等下还要炸个炒嘛，哈。炒下一炒，而且佢開水嘅嘛，本身就有些鹹。係啊，生抽不用下去。也冇聽到啊，因為本身蠻鹹的。哦，發跳跳哦。係啊，汗生生啊。汗生生，真係汗生生咧。來哦，試試5星級蜜粉。非常的 Q 彈嘛。真嘅。係講似用班煮到好食。咁講呢，我一下定用為經講呢間米粉當厲害咧，當叫麼食到按雜食口感嘅米粉咧，嘿。cái湯條吼太厲害咧，cái米粉真嘅要接到嘅人家講嘅雞湯。誒，雞湯。我想講煮安久嘅米粉唔可以綿綿，太厲害嘅。它是相輔相成的。但唔會太油，哦，有清爽的那種味道。難怪你名嘅噃。限量嘅，因為要高湯，當日煮嘅就會按能量。阿良師傅愛搶來，佢愛出愛炸個乜嘢咯？哦，前邊英啊，佢特別都出過去，食家攏愛講Okinawa嘛街，Okinawa啲啦，唔嘅下講咩當厲害，喺台灣嘅魔術哦，沙落去煮嘛，個講睇下先。當然，介紹我哋天意用嘅招牌菜，港式生抽蝦。港式生抽，那就把蝦子生生的抽出來嘛。我也是這樣。你可以並它咬。這樣嗎？當然不是啊。港式奶迪就是香港嘛。對。生抽，所以講生生的把它抽出來，哎，中庸啊！後來也叫來我們兩個講的是一樣的。主觀啊，港式生抽蝦。對，港式生抽蝦。好。港式生抽蝦，錯冇？哎，你剛剛上一趟說，乜解很多生抽？生抽就係人家香港嘅生嘅調油，冇煮過嘅調油，好多生抽。係生嘅調油。抽係調油啊。抽就是我們一般講的醬油。哦，念了老抽，特別接糖都係老抽嘛，老抽就食它沉咩？它有加焦糖化的東西下去。比如講，紅燒用啦。嘿，對，我們叫紅燒肉。哎呦，我可以嗎？可以，非常好。來港式生抽蝦，開始來哈。當然啦，下講係最重要嘛。豬腳。你家食的係拍腸嘛？拍腸。你家是下講咯，哇，現在活力滿滿的哈。你係乜家下講？今天選用的這個蝦是那個天使紅蝦。天使紅蝦。用凍卵嘅。它適合人家煎的，或是烤的，或是炸的。哦，一般它生就它唔好食下吧，因為生好跟肉炸落因為調起來。真件好食嘅海鮮。然後一天使蝦厲害，沒有一個厲害的地方。在來公司啊，就會一天使蝦是可以生10幾的。哦。我們在做生魚片，那個合生刺身片的時候，要下工咧，我就會把它以後做特殊處理以後，可以現在就來生吃吧。太小吃，不能讓你吃太好。所以一塊是這個生抽蝦是要炸過，要炒，所以要讓它入味，所以我們必須愛老要叫佢就煎開來。好，那一般的搞媽媽用版型處理安尼下工，你1-2年了吼，那天使紅蝦沒懂否？譬如講，你去吃到飽的那個什麼，譬如說麻辣鍋啦，要海鮮鍋之類，你他就懂得安尼，他就用這個來吸引懂得人來食吼。嘿，咁講喺當時看到安泰妹嘅天使紅蝦，一般都食咩啊？你都唔用啥特別湯嘅啊？我很感湯。係啊，一條我了煎死嚟，叫做煙咪。哦，我老豆唔會帶龍蝦，係咪當笑？我頭先呢條你係挑，做得看一下，咁講你係挑落去煎開落一點點，係冇兩片。煎死嚟一片，煎死開。我煎開啦。係。就揾煙咪啊。啊，底下我一片咧，我用刀嘅一片，了嘅來割開來。等我炸過，你冇裝得快燙成，快燙成嘅甜味會走出來。啊，冇快嘅話，因為它這邊比較小，這邊比較大。等到這邊熟的時候，這邊揪起來，所以我會烤一些的。哦，差唔多2公分、3公分。對，而家就開始準備要來炸。好，要來炸。唔是溫嘛該咯。要生抽，我前面有先調好嘅啦。係。要底部有那個香港的生抽，我人家
虾油，虾子提炼出来的那种类似鱼露。鱼露是鱼提炼出来的，虾油是虾提炼出来的。你讲香港的嘛，跟一般来讲台湾买得到。买得到，台湾那有生酱油，所以一般的杂货店就有，卖杂货的。佮俩食当香用咧。哎呀，咩要绍兴，绍兴，也没懂厉害，等下要炒放一段时间，有一些绍兴，那整个香气才会带出来，才会整个带出来。在我们台湾是用米酒，在香港。广东菜来讲，别用绍兴酒下多，用绍兴提味。应该学到的吼，一般来讲，你台湾较少安尼用来做下港的料理，米酒是做得了吼。不过今日无香油来看一下。香条无香油，嘿，香条无香油。等油咧烧的时间啊，大家看到咧含浆哦，要食用花嘛哈，一般的食用花，大家可以做点缀，还有搭配点养生坚果，因为现在都走养生路线，所以我的公司当道菜色我行属于养生的方向，不要让人家感觉都传达是都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们要有改变一些观念。你个师傅，迄个用最好嘅最开门嘅下锅龙虾做得吗？做得啦，当然做得啦。龙虾也做得。其实所有的材料拢做得，拢个想办法。做唔得咩小模调价，那有可能用功。你看人家新盘开哦，你要带下工了，天使虾没办法满足你了。我想说你们打再打再打。可以啊，可以再打。我们龙虾也有在做生抽，但是我们要沾粉。哦，不然龙虾它的肉会脱。嘿，也唔可以是要好薄的。哦，哎呀，都上来焖，好，哇！啊，你上汤迄个就潘族的上啊？哎，错，我就就是以潘族为主啊。好。伊那种泰式哦，差不多炸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因为你等下还要炸个炒嘛，哈。炒还要炒，一定要太火哦。你当我香，当我有香头。哎，你看漳州两头川啊，就试过讲啊，台湾就按多海鲜好食咯。错啦，哦，台湾四面沿海啊，海鲜其实蛮丰富的啦。很多种品种，他们的金黄色。很焗嘅味啦哈。焗一片金黄色。要下工會做熟嘅。做熟嘅。你唔家會講冇踢熟啊？等下炒。香味都出嚟咯。係啊，下工會用炸起當條。真嘅當條。我以前啊，喺講啲種蝦是潘州嘅嘛。哦，一聽到說下工啊。潘州一定有下工嘅。係啊，要睇。炒，讓它快速的炒，嚟炒嚟哈，要嚟炒，好，啊油嘛，一些些就好啦，用嘅油就只用嘅做好，要香香的，又香，有蝦子的香氣，油不用太多哈，好，因為你本身而家就有油，哎呀，不用要酸條米，炒俾香味，好，火面冇太太哦。把它太多了吧，慢慢的炒，慢慢的给它小米就放入来，等下人家生抽汁就可以落去。哦，生抽要成標，炒俾香了。我經常咧下講冇標喺旁邊啊，點咩出薄來食嘅。其實佢呢，佢本身下工，佢本身沒有甜味。哦，係啊，我想一定有嘅。而且佢海水嘅嘛，本身就有些鹹。係啊，要似。所以人哋喺炒一海鮮嘅時間嘅嘛，就唔會調鹹。所以個調味料會淡淡嘅。因為愛適到佢本身嘅鮮甜味。然後就落一生抽標下去。一冇調到啊，因為本身蠻鹹的。一下工咧就可以好了。哦，再下去嚇。哎呦，發跳跳哦。係啊，汗生生啊。汗生生，真係汗生生咧。慢慢的炒好。啊，你看有做好吃的。它这个沾满这个酸条，不会给它生抽汁，它那整个海鲜的味道整个就放入来。
安尼正经吼炸到嘟嘟好了，油亮，平头。平头了哈。这最厉害的地方就多样了。哦，最厉害来了，要用绍兴酒，然后给它香气整个带出来。这一定要从旁边去淋，然后才会有锅气，炝锅。广东菜的最重要的它的那个秘诀就是锅气。其实广东菜，那些客家菜属于广东菜1/3的菜系。也按你就好诶，那豆浆。哦，我阿批到绍兴酒该用咩啊？用盘的哦，托蛋。哎呦，很细心哦。好，来，现在就要做摆盘的。做摆盘哦，让它颜色更好看、更漂亮。哎，你俩去咩黑马该？这是那个薄荷蜜哦，薄荷蜜，食用薄荷蜜，用绿色去带它那个红色的那个出来。好，拿下来。要一些葱花豆蛋糕。应该好去了。你跟你老公结婚周年庆的时候就周年庆，我为什么不能去师傅店里请师傅给我吃用啊？这个煮的较好吃。哎呀，哦，还是吃到师傅煮的好吃。给你呛师傅都咬不卡伊。哦，好，都咬不卡了，给我夹好吗？啊，当归呢？哎，好，你要不用那些马嘎辣椒丝。辣椒丝，做点缀，就像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那20辣可以改一些了。嘿，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然后食用花，这是带点颜色的哈。哇！不过俩哈食用花，青岛人爱用哦，因为它要非常的这个不受污染才种得起来，才可以吃。对。所以现在食用花反而很多人很喜欢。现在很多不一样的那个食用花的品种越来越多。对。这也很香哦，它的颜色整个就带出来，真紧呢。还有那个坚果，养生坚果，生坚果哈。这养生坚果它放在这边的那个主要的角色就应该是下讲是加一些坚果的香气，然后非常当地下。应该冇安尼是吃过的，可以吃看嘞。好啊，按酱吼，莫掉起来好的啦，唔贪得掉起来。给龙太家讲，爱抢太家什么该？港式生抽虾，来试一下，试一下。用层，要甜蜜那么做出来。哦。那你切都是简易来直接，给盐、给米丝落去嘟好。吃到稀着档口。天天的很轻嘛，天天的看呐。已经贵啊，所以我们要很细心的。生意啦。要懂生意。我要一下出差错大手。哦，真言大手。好的食材，用心的摆盘，它才可以增添它的价值感。好好味啊！我講個文化，當然不會咯。哎呦，舍不得吃。哦，乃啲生抽老抽冇偏愛地方咧，老抽真件係米絲下重，好，如果一天嘅鴨膏，一天嘅牛米啊，咁啊。海鮮用生抽的方式，難怪加有魚露啊那條，讓這個蝦子的味道更加下，更鮮甜。嘿，嚟啲講安尼肉切啦開來，
安尼去泡，那见想讲，安尼好色无要无甜，生意浓甜呢。系啊，韩国爱是多个绍兴酒，该香梅。它不只是酒味，它还甜甜的，让这个虾子里面的那个酒味衬托出虾子本来就有的甜味。家师傅一直强调吼，佢讲你一定要设立这些呀坚果，坚果在东亚在底部也会产生又有另外一个层次不一样的那种会跳舞的感觉，哎，香气就又不一样。冇香香香呢，就是前段有虾味鲜的感觉，后半段啊，那个榛果的味道哈，没有那么呛了，对，很柔和。哦，很贴皮龙啊，贴板的吃，按的生呢，香哦，过眼哈，懂厉害。我这样子又去一趟香港，很厉害哈。即杀下来，拍長也識高嘅，下降也識高嘅，拜託一下啦。喺香港都高價來，要很啊厲害。一天有較厲害，無人來講來。輕矮朋友嗬，講講話攏係嘅，一天要很啊厲害，跟你講係乜嘅？咁樣啊，第一天咁樣，真厲害嘅嘢，保護，動態啲咩保護？動態咧，要幾態咧？安泰咧。肯定一下，鮑魚呢，我講5星級，我希望會是可以講多錢。從嘢係乜嘅？從嘢5星級嘅主廚來了，用版煮嘞？用中餐西吃的做法，做精致路線。中餐西吃，用奶油西式的奶油去做這個鮑魚，然後用中式的方式去呈現，中式的調味做法去呈現。厲害哦！1、2道已經很厲害，第3道的名字更厲害，更想吃。中餐西吃，錯，奶油煎鮑魚。你看到解凍板上的鮑魚了嗎？感覺好像來到龍宮了嘛，參見海龍王。高級的食材。今天用這個高級食材。係數啲警察。唔是警察，慢慢的總不是。真嘅哈，其實哈，一般人來講，大家冇看過按泰雜嘅，還有一般人食咧，譬如講九孔鮑啦、馬介鮑，有馬介冇有檢查嘅地方，其實哈，今日帶來係馬介。今日帶來咩？係九孔鮑魚，但是個九孔鮑魚呢，它這個品種較冇重要。用白嘅品種。也係加拿大嘅，講係今日用嘅也係純海水養殖的，所以佢較容易胎。較容易太靚，嗰個品種無重要，真嘅無重要哈，品種較無重要。應講出發哦，我講按泰雜鮑魚沒看過這麼肥美的。難知道觀眾朋友一定講哦，唔看你亮啥，用乜按好，乜什麼味啦，按你當有，按當有面子，看到水滾。誒，佢真係先燙一些長菜，然後就做一下搭皮，因為啊鮑魚哦，你冇蔬菜搭皮哦，所以會膩啊。哦，會膩你呢？會膩。好。先來先燙玉米筍。好，要切嗎？唔是。不是啊，哈，好。燙好之後切，要加一些鹽。來。鹽呢，就切鮑魚啊。好，我切鮑魚。要鮑魚要用。一天要切嗎？這種鬼炸聲。因為要鮑魚啊，本身它會有相對的韌度，也會有韌啊。哦，有韌性。錯。你要切當油的十字花，冇調成，有甜味都冇走出來。哦。那你切咧都是簡易來時間，嘅鹽，你米絲落去嘟好，唔好人哋碎落，敏感。哇！一塊是要慢慢的切，切十字細十字，冇調成。哦，你真係愛功夫哦。就溜溜嘅。錯。而且它會高低起伏都冇切嘛。係哦。慢慢的切哈。害我的心情也高低起伏。高低起伏。你下懂其他也還是多嘅時間哈。那切好就差唔多啦，像十字花，十字花。等下煮起來佢除非像開。煎到佢就會溜溜嘅，溜溜開一絲絲的，唔會當開，因為這個我們已經有。做處理過哎，差。
最主要就是你嘅调味佢會是落去啦。炒，嗰個煎起來唔會嚟軟解。係啦。牛奶你要切過以後，加個纖維質就唔會強軟。咩較好熬？好來。可以香調。湯玉米筍做係湯乜嘅？湯蘆筍哈。杏鮑菇。佢用咩冇強下湯咯？因為玉米筍要需要時間，要慢慢湯佢會熟。冇等佢熟，你係煮太熟嘅。還要切乜嘅？切蘆筍。好來。你看啊，佢生到很準哦。來幫我。謝謝。一打翻湯嘅就到得啦。好。跟我好奇講，一直以來大家都講，哇，鮑魚真的是太高級的料理。對。佢嘅營養嘅成分也係講，佢很難學，所以顯得它的高貴。佢較難學。鮑魚一般唔係講你學1年2年就會太。像按太要學2年。像太啊，青色要3年。但要學也唔係講青菜就做得了。半年啊，而且它不好那個。就是不好養啦，因為水質也有關係。水質那些都有。環境沒有關係。好，你要煎要用乜嘅？要用奶油，佢沒用奶油。好。其實我記得細細時間啦，其實嘅流水席嘅時間哈，它那個就會有擺盤的時候就會有9孔包，細料，然後雙杯淋嘅五味醬係冇，酸甜甜嘅種啊，小朋友除非食料啊，就是酸，有沒有9個孔？它那9個孔不是在肉上面，是在它的殼上面，剛真的有。對，就是小朋友就喜歡在那邊玩這個。好，來煎鮑魚哈。有。細夾的對不對？細夾的好，要做點嘛？做得。煎鮑魚嘛，幾烤？幾烤啊？一聽入面要先。加切的嘅面嘛。切入面要先。一般嚟講，你煎鮑魚咩做唔得煎太久嗬？係做唔得煎太久。切了差唔多5分鐘左右。哦，5分鐘哦。係，看火太細啦。其實細火煎佢較香。係。都見唔會跳硬。沒跳太過煎的話哈，會太硬。係啊，就像你有陣時你煮鮑魚也會煮湯嘛，你煮太久做唔得食咧，太硬誒。受熱跳久。係。也搶出來都可以快速。好。也便宜要不用洗澡。姜花不用落。姜花不用也唔怕。好。佢做得抗癌嘅。哦，佢做得抗癌哦，你抗癌真係唔掂哦。都是對身體挺好。係啊，就較貴甜甜嘅，其他非常嘅好。唔可以加飯嘅啊，食到飽嘅啊。年年都食鮑魚。年年都食鮑，年年都抗癌。哇！一次讓它起來。要動一下。好，動一下。好。唔怕，唔做太上你講，咦，攏係拉下嘅嗬。向內嚇啫。唔可以啦。東巴東開曬。唔可以啦，我食東西啊，唔可以嚼啦。你看到條鮑魚叫我咪嚼。唔怕再嚼。一樣啊。差不多了，青菜。好。這個滷水的下去就好。再加一些油。有。那個再會點條。好，謝謝。跟等下一切東西嘛。玉米筍你就要改一下的。然後老爺你可以免先煎啲炒。來咱講吼，料理按貴嘅東西吼，做出來煮起來就吃到喜極東好。天天的按聽嘛，天天的看呐。你幾貴啊，所以我們要很細心啦。生意啦，要懂生意。我要一下出差錯大手。哦，真嘅大手。好的食材。你真嘅不小心出差錯嘛？比如講太磨汗。一定有。跟嗰陣時即刻嘅食的。實包裝衣。再包裝衣啦啊！哇，好漂亮哦！你要先切一下，係冇？係。好，不少嘛？生意哦。唔怕，做廚師做唔得講食。現在嘅師傅就有夠。有哈。講食冇辦法做師傅。真嘅呢。講魔術，唔講笑，係冇？好啦，再過一下蔥條哈，放蔥條。哦，按好嘅食材。
按后按酱哎，就一个只能装一盘。哎，对，按个价值感，然后就这么好的。葱花土用，你爱搞黑嘛该？黄芥末酱，这个黄芥末酱搭配海鲜也是非常合味道，有溜溜有酸酸的。哦，要下熟饭哦。嘿，那都好啊。黄芥末搭那鲍鱼哦。好。哦，懂这片，我冇安尼吃过。可以吃过呢。吃到我得意啊。懂其他哦。你冇拢系讲你盘你自家带来哦。系啊，自家带来啊。好，刚刚汤诶抢出来。哎，汤诶抢出来。哇，感觉好像在山水画哈。油画。好主食也会易碎咯。你看，哦哟。它一到后宽就后生了。给黑呢？里面哦，高级的食材一定要非常的用心。配合用心的摆盘，它才可以增添它的价值感。好，主角来了。主角来啊！哇，好，发了然后这个做一张好吗？可以啊，这个做一盘，来，这个做一盘啊。你还有东西蛮标哦。嘿，唔怕，你好。我们都屏气凝神，你有敢讲吗？我都有点紧张，我也不敢呼吸。我东讲讲，哇，好像打扰你专注的那个。看你两三年，我都唔敢讲话。唔可以啦，唔可以，你做得讲啊。我会紧张啊。你係唔自己想法，也係講啲公司出差的時間也係安尼出。也係我自己想法，各位。在公司本身也要有走位上哦，因为我们不想再像传统的那种婚宴那种感觉。你看呐，正義冇看，來，這個辣椒絲哦，對，辣椒絲，加上去吼就加500元。你哋咩好唔可以吼？给你負責份咯，係哈。今天冇過多的調味，冇哈，主要就是這個海參呢鮮甜，再帶一點點的鹹味就可以了。好，一啲啲嚟出好哈，一啲就做得了，你就做得了。哇，好，不用呢，要收走嗎？我都請主廚來了，所以不能掉啦。好，美女配鮑魚，多厲害！來，向下掉起來哈。來。跟嚟成就，安尼唔傳統，你不能發現的哦。好了，我們睇下講，要唱睇下說的係乜嘅？奶油煎鮑魚，向下來說。这包是要很豪迈的去吃，从前规在两下呢，所以有吗？选我，选我也豪迈，试试看。那你就优雅的慢慢吃咯。优雅。那跟你要一边优雅一边豪迈。所以我会很豪迈的拿着筷子，然后很优雅的慢慢品尝。盐也好，奶油也好，佢全部浸到地底度，加要揾一下嘅黃芥末，真件撞合呢。好啊。哦。主廚，你掌握暗講，來講正經啊，唔攀得身呢。因為今日中餐西出，
中餐西式，所以可以懂优雅，慢慢的品尝它的香气跟它的鲜度。啊，但是呢，因为啊，吃饱哦是要很豪迈的去吃，就是当然哎，规站两下呢，所以呢，非常我偷走卖啊，偷贼，看看选我，选我也豪迈，试试看。那你就优雅的慢慢吃咯。优雅。哎，那跟你要一边优雅一边豪迈啊。所以我会很豪迈的拿着筷子，然后很优雅的慢慢品尝。哎，要豪迈吃哦。哎，豪迈一点。来了。先是踢仔。好吃吗？按慢慢的优雅了。好，来优雅吃。你看看，按多年来，这一拜这么豪迈的在吃鲍鱼，看到吗？哎，以前太雅路线一些片，错了，冒出些杂。哎，你懂厉害呢？我知道海鲜的料理，因为海鲜一定要吃。唔講煮海鮮嘅功力功夫一定要到位，冇按好嘅個，冇會正經有點酥酥脆脆，那個焦香味唔會損傷到海鮮本身嘅味絲。唔加切嘅法度啊，正經係啲嘅，鹽也好，奶油也好，佢全部浸到地底度，我加要揾一下嘅黃芥末，正經當合呢。錯啊！哦，韓國其實我有食過溜溜就球手梅頭改嘅鮑魚，它師傅你改完全沒有，然後那個甜味，係啊，就是整個帶出來了。對，很清甜。正經吼，因為我特別去尋記。一冇馬錢做嘅是按貴嘅度，富士公主呢班就可以嚟食。啱啱前兩日講啊，正然嚇，我白料啊，係喲，我白料啊都冇多公司，都切唔到嗌咩？不用撩係嘛？不用撩啦。不過正經懂什麼嘢？就是一解我想吃海鮮的那種心願哈。瓊姨，你看唔是出國啦，你按好嘅海鮮。暗號嘅5星級的主廚，超冇？對，冇炒啊？當好，唔是做非常記咧，食家出食得多，才推班就按好嘅食材。正經懂什麼嘢？啊，記得下擺還有當多海鮮做嚟煮。我要記下做。愛來哦。好，什麼一下？哎，天天嘅事。好，慢慢嚟。有前朋友啊，我攏講台灣有很多好食的海鮮，要搶來當上什麼東西麼？結果去喺冇時間的話，唔怕。鎖定空的時間，我看你嘅價格如何食。我啱個價女主食。上來了哦，我係食鮑魚。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呢，同歡喜呢帶下3樣料理呢來一邊呈現俾大家。今日除了表現一下海產鐵劈，用中餐西式的做法，用西餐的方式呢來表現俾大家，希望呢大家可以接受。可以喜歡，安子說，沈夢怡，謝謝。